下我来迟了，留了太太先，没救他。我让李玉一救你，没事的，快跟我走。见面，方才提冷跟我说，如果死了，他绝不渡我，连他都看出来我不行了，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阿旭，相信我，相信我最后一次，我让李玉一来救你。我累了，这一次我不想再试了。前面大真的百姓，我们的孩子全都交托给你了。你一定替我们好好的活下去。阿旭，陛下，陛下。真的是方大人！所有人听我号令，打开城门，给我杀！铸成大错，尽早收手吧。我有绝不能放手的理由，你不用唱了。所有叛军听好了，你们的主帅汤前字已经被擒，弃械投降者从今发落。